到位火车进入伫21世纪的时代，人类科学的发展真是话通用一日千里来形容。无论是食、衣、住、行、娱乐各方面，各项的生活水准甲品质提升的速度实在是真惊人。今仔日的新产品，明仔载两边变做落伍啦。用咱日常生活的交通器具做譬如，对脚踏车、机车、自动车、火车到伫飞机，速度是哪来哪紧；对2轮、4轮到伫免轮，设计是愈来愈进步。简单用火车来讲，30-40年前做囡仔的时阵，车厢上头前还佫需要一台小土炭、吐乌烟的车头来拖。20多年前，火车头已经改做电气化啦，速度也比以前加真紧。这几年政府积极在建设高速铁路，速度绝对是比现在紧几若倍。听讲法国目前高速铁路的世界纪录，1点钟会通走580外公里，真是走敢若在飞咧。咱若是有机会坐火车，经过较庄较偏僻的所在，时常拢会看见1-2只戆狗仔伫铁轨路边在吠火车，甚至拼性命在绕，笑死人！走遐尼紧，免哪绕袂着，真是戆狗仔。迄只戆狗仔搁较安怎吠，嘛是无啥物路用。火车也是愈走愈远，所以到吠火车就是无路用的意思。科技的进步，扣近空间甲时间的距离，总是人甲人内心的距离是愈来愈远。科技若是互咱社会失去温暖，真是到吠火车无路用。社会若是要有温暖，毋是靠科技的发达，是需要人用疼心去付出。亲像圣经教示人，咱会的人应该担待袂的人，咱坚固的人应该担待软弱的人，毋通求家己的欢喜。罗马书15章1节。到位火车进入伫21世纪的时代，人类科学的发展真是话通用一日千里来形容。无论是食、衣、住、行、娱乐各方面，各项的生活水准甲品质提升的速度实在是真惊人。今仔日的新产品，明仔载两边变做落伍啦。用咱日常生活的交通器具做譬如，对脚踏车、机车、自动车、火车到伫飞机，速度是哪来哪紧；对2轮、4轮到伫免轮，设计是愈来愈进步。简单用火车来讲，30-40年前做囡仔的时阵，车厢上头前还佫需要一台小土炭、吐乌烟的车头来拖。20多年前，火车头已经改做电气化啦，速度也比以前加真紧。这几年政府积极在建设高速铁路，速度绝对是比现在紧几若倍。
听讲法国目前高速铁路的世界纪录，1点钟会通走580外公里，真是走敢若在飞咧。咱若是有机会坐火车，经过较庄较偏僻的所在，时常拢会看见1-2只戆狗仔伫铁轨路边在吠火车，甚至拼性命在绕，笑死人！走遐尼紧，要哪绕袂着？真是戆狗仔。迄只戆狗仔搁较安怎吠，嘛是无啥物路用。火车也是愈走愈远，所以到吠火车就是无路用的意思。科技的进步，扣近空间甲时间的距离，总是人甲人内心的距离是愈来愈远。科技若是互咱社会失去温暖，真是到吠火车无路用。社会若是要有温暖，毋是靠科技的发达，是需要人用疼心去付出。亲像圣经教示人，咱会的人应该担待袂的人，咱坚固的人应该担待软弱的人，毋通求家己的欢喜。罗马书15章1节。